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11章，有一个人叫做纳撒路破病，住伫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甲伊阿姊马大大的庄舍。这个玛利亚捌用香油抹主，佮用头毛拭伊的骹。伊的小弟纳撒路破病。这两个姊妹找人去见耶稣，讲：主啊，你所疼的人得破病。耶稣听到就讲：这个病袂治到死，是要显明上帝的荣光，通互上帝的囝对这项代志得到荣光。耶稣真疼马大甲伊的小妹以及纳撒路。伊听到纳撒路破病，继续伫迄所在住2日。后来，伊甲门徒讲：咱搁来去犹太。门徒应讲：rab比，犹太人拄仔遮伫找机会，要用石头甲你钉，你减要搁去遐？耶稣讲：日时减毋是有12点钟，人若伫日时行，就袂跋倒，因为有看见即世界的光。人若伫暗时行，会跋倒，因为伊无光。耶稣讲遮个话了，搁甲因讲：咱的朋友纳撒路困去啦，我要来去甲伊叫醒。门徒讲：主啊，伊若是困去，就会好起来。耶稣是讲纳撒路已经死去，毋过因想做伊真正得困，所以耶稣明明甲因讲：纳撒路死去啦。为着要互恁信我，我无伫遐颠倒好，呾咱来去伊遐。迄个叫做上生仔的多马甲门徒伴讲：咱嘛来去甲伊做伙死。耶稣到伯大尼的时，才知纳撒路已经撞伫梦内4日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差不多3公里。有真侪犹太人因为马大甲玛利亚小弟的代志来安慰因。马大听到耶稣到位，就出去甲伊迎接。玛利亚悠然坐伫厝内。马大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若有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甚至现在，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什么，伊拢会互你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小弟会搁活起来。马大应讲：我知伫末日搁活的时，伊会搁活。耶稣甲伊讲：我是搁活，是活命。信我的人虽然死，犹旧会活。所有现在得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有信无？马大应讲：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。马大讲这话了后就转去，叫伊的小妹玛利亚来，私下甲伊讲：老师来啦，伊得叫你。玛利亚一个听到，赶紧起来去耶稣遐。迄时耶稣还未到庄内，还伫马大去迎接伊的所在。伫厝内伫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，看到玛利亚赶紧爬起来，搁走出去，就缀伊去，想讲伊要去望遐哭。玛利亚到耶稣遐，看到伊就趴落去伊的骹前，对伊讲：主啊，你若有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耶稣看到伊得哭，搁看到伊甲伊做伙来遐犹太人嘛得哭，心真悲伤激动，问因讲：
恁甲伊葬伫倒位？因应讲：主啊，来去看。耶稣流目屎。犹太人讲：你看伊遐尼疼伊。因中间有一寡人讲：伊捌互失明的人画看见，减袂当互即个人无死。耶稣又搁真悲伤，来到墓遐，迄个墓是一个洞穴，有一个石塌地。耶稣命令讲：甲迄块石刷开。死去迄人的阿姊马大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伊死4日啊，已经臭啊。耶稣甲伊讲：我竟无甲你讲，你若信，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因就将迄块石刷开。耶稣额目向天讲：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有听我的祈祷。我知你不时拢有伫听我的祈祷，毋过我安尼讲是为着徛伫周围的群众，通互因信你有找我。讲煞，耶稣大声喝：拿撒勒出来！迄个死去的人就出来，伊的骹手扎布，面用棍仔包地。耶稣甲因讲：甲伊透开，互伊行。来探玛利亚的犹太人，有真侪人看到耶稣的所做就信伊。有一寡人去找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因报告耶稣所做的代志。因为安尼，遐个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召开议会，讲：这人行遮尼侪神迹，咱要安怎对付？咱若放伊继续安尼做，大家拢会去信伊。罗马人会来毁坏咱的圣殿，搁毁灭咱的民族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该亚法，是迄年的大祭司。伊甲因讲：恁毋捌半项，恁袂晓想，宁可互一个人替正人死，才免互全民族灭亡。安尼对恁是较好。伊安尼讲，毋是家己的意思，是做迄年的大祭司伫预言耶稣得要为着即个民族来死。毋若为着即个民族，嘛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组织做一个。对迄日起，犹太教的领袖计无要杀耶稣，因为安尼，耶稣无搁公然伫犹太人的中间出入，伊离开遐，去瓦郡旷野的所在，到一个叫做以法莲的城，甲伊的门徒伫遐住。犹太人的盘过节得要到，做之前有真侪人对向川来到耶路撒冷要守洁净礼，因伫找耶稣，徛伫圣殿内，互相问讲：恁想安怎？伊一定袂来过节吼？因为遐个祭司长甲法利赛人有发命令，若人知耶稣伫倒位，就来报告，互因通去甲伊掠。